大家好啊！今日係3月11號啦。平時都有粉絲問飛機點樣去梳花，以前咧我就未用過，今年我大燕咧亦都係用人工去梳花嘅，未嘗試過，所以冇咁冒險。但係呢啲咧，我呢個長燕隔離嗰個細燕咧，我4號嗰晚咧就用飛機去試驗下，而今啲效果都幾好。落水一樣，睇下啲效果可唔可以？當時我用6%嘅二氧化草醚20毫升，40%嘅熱希尼5毫升，15%嘅粉劑多效做150克，噴1畝，即係畝用量啊，1畝。當時飛房咧係10升水。但係我覺得咧，如果可以加到15升水，可能效果會好好多，可能水量少啲。但係我係當時係放最細嘅毛花，依家啲效果都幾好啊！過多2日咧就可以壓花啦。壓花咧應該我係用人工嘅，壓花係用15%嘅多效做粉劑，85克加50毫升二件噴上去。噴濕啲，防止嘅爆花。噴呢次之後咧，到謝花就用嘅小某標麗花使者去補果。小某標麗花使者一包係兌水1000斤嘅，一壺水係15克啊。到我哋謝花之後就可以噴補果啦。如果有嗰啲公花未開同埋未謝嘅，就加6到10毫升10%嘅稀酵做，一齊去噴補果就 OK 噶啦。如果未謝花咧，你噴補果素上去咧，佢會加速爆花嘅。因為我哋用個補果素咧，用個麗花使者咧，佢唔係激素嚟嘅，佢係營養嚟嘅，而且係好全面嘅營養，所以咧佢如果你公花未謝，就必須要加稀酵做去一齊補果啊。再隔1個星期，我哋就可以加啲防蟲嘅啦，殺菌嘅加淡啲。同埋個麗花使者一齊去補果，我哋麗花使者係補果補2次㗎，補出嚟個果咧係好烹飪嘅，知道未？補出嚟嘅果，我哋嘅果係會好烹飪嘅，冇嗰啲咩畸形果嘅嚇。未準備好嘅咧，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，同埋二件棚都要揸緊時間備好啦。快遞係需要3-5天嘅，最近咧比較忙，有啲私信咧可能冇得閒回，得閒咧都會回覆大家㗎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收工食晚。